40天禁食禱告第21天，虛心的人有福了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創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穌基督，上帝的獨生子，因聖靈感孕，由童貞女瑪利亞所生，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，被釘於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陰間，第3天從死人中復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，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。我信聖靈，我信聖而公之教會，我信聖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體復活，我信永生。阿們。虛心的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天國8福嘅第1福就係虛心的人，意思都係話靈裡貧窮嘅人有福了。呢個係天國律法嘅總綱，指出唯有倒空自己嘅人先可以承載天國嘅豐富。謙卑唔係自卑，而係認清自己完全依賴神嘅恩典。咁樣呢件事點樣引領我哋進入絕對感謝同復興呢？喺思想上，我哋要拒絕任何自以為義嘅驕傲。復興嘅障礙往往唔係罪，而係自足。喺信心入邊，我哋要宣告：主啊，我一無所有，但我擁有你的一切。喺言語上，我哋要宣告神嘅恩典高過我嘅功勞。絕對感謝喺呢度係針對神願意垂顧卑微人嘅驚嘆。喺夢想入邊，我哋要見到天國嘅權柄如何彰顯喺一個謙卑俯伏嘅生命入邊。復興就係向下嘅超越。我哋越謙卑，神嘅靈就越提升我哋。當我哋以絕對感謝嘅心接受自己軟弱，並以此嚟見證神嘅強盛嘅時候，我哋就真正進入咗天國嘅實際。虛心係迎接大復興最廣大嘅勇氣。思考問題1：靈裡貧窮對你嚟講意味住啲咩呢？你喺某個領域覺得自己夠呢？咁謙卑如何成為實踐絕對感謝嘅根基呢？呢段經文點樣定義咗復興者嘅內在氣質呢？透過主題同參照經文，虛心嘅人有福了，因為天國是他們的。但我所看顧的，就是貧窮、靈裡憂傷、聽我話而戰兢的人。以賽亞書66章2節。祈禱。親愛主耶穌，我感謝你，因為你揀選咗世上最卑微、被輕看嘅。求聖靈光照我內心嘅驕傲同自義，令到我可以成為一個靈裡貧窮嘅人。我宣告，我完全依賴你嘅恩典，離開咗你，我咩都做唔到。主啊，賜我一個聽你話語而戰兢、靈裡憂傷悔改嘅心。我以絕對感謝嘅心，將生命嘅主權交俾你，宣告天國就喺我心入邊。願我謙卑成為你榮耀降臨嘅居所，奉主名求，阿們。